大家好啊！今日同大家睇呢一個咧係沙田第一城啊。咁呢個單位咧係一個高層嘅單位啦，304尺。咁佢兩房嘅景觀方面咧，主要望翻樓景，方向望西北。咁呢個單位咧裝修都比較新淨，同埋做咗好多入牆家私㗎。咁沙田第一城咧總共有1至52座啦，超過1萬伙嘅。咁交通亦都非常之方便啦。除咗戲院之外，其實商場啊、郵局啊都已經齊備晒㗎啦。交通方面咧就非常之方便啦，全部附近嘅位置亦都有巴士站、小巴站，鄰近又有第一城站嘅。而家同大家去睇下，從大門口入嚟呢一個位置咧，左手邊就已經係廚房啦。翻嚟左手邊係廚房。咁我哋再嚟睇睇個客廳先啦。入門口呢一個位置咧，業主就做咗個入牆櫃啦，收納空間亦都比較多㗎。咁另一邊呢邊個櫃咧，業主亦都做咗個電視機櫃。窗外景觀方面咧，主要都係望翻樓景為主啦，方向望東南。咁我哋再嚟睇睇個浴室先。再同大家睇睇第一間房啦，第一間房咧已經做咗啲入牆家私㗎啦。大家睇咗我嘅介紹，又鍾唔鍾意沙田第一城呢個304尺高層嘅單位呢？